東北點益地產佬玩鋪大富翁就明啦。東北發展用加強版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，即係政府有政府收地，發展商團落嘅地可以申請原址換地起樓，仲有地積比大贈送。其實原址換地即係改劃土地用途咁解，好似玩大富翁，地產商一早就囤好農地，等到政府規劃大綱出台，宣布可以換地啦，佢哋就可以申請改劃土地用途，農地變商用或者住宅地，受惠地積比，尺價可以暴升50倍。喺東北發展方案，最高私樓嘅地積比係6倍，即係喺1萬尺嘅地盤面積可以起6萬尺嘅樓面面積。不過發展商都要補地價嘅，同埋有可能要幫政府搭橋鋪路。不過點樣傾就係閂埋門嘅事啦。換地都只係啱啱至公布，但係早喺90年代頭，恒地同埋新世界已經睇中發展潛力，買緊馬屎埔嘅靚地。而家屯落嘅地咁啱又有4000平方米，又咁啱大部分都係劃做私人發展，符合政府換地條件，perfect 啊！我哋講緊粉嶺北嘅核心區裏邊，有8塊嘅私人地係最核心嘅商住地咧。我哋喺未發展之前咧，如果根據政府個原址換地嘅安排咧，其實8塊都已經係落咗，即係香港嘅大地產商袋嘅。咁呢種咁樣嘅規劃，級冚嘅配套，咁唔係官商勾結係咩咧？好似投資股票基金咁，人哋眼光好啫。呢種投資過程係點？你知唔知先？原址換地呢家嘢，發展商已經用慣用熟。舊年就有16宗申請被批，咁好似九倉以補地價嘅94億，成功喺海運大廈申請原址換地。一般嘅程序就係業權人要提交改劃理據，首先要得到城規會嘅批准。今次咧其實係冇經過城規會，冇公開可以有城規會嘅聆訊底下，係由政府牽頭，透過一個新市鎮嘅發展計劃，就自動將該地區嘅土地咧改劃咗用途啊嘛。城規會嘅聆訊本嚟可以容許塊地上面嘅佔用人反對改劃，不過而家啲租戶同埋村民冇晒 say 不特止，賠幾多點樣賠都冇保障，皆因政府卸晒膊俾發展商，只係話以政府賠償上限60萬做標準。我哋會做嘅係提供一個資料，係佢哋私人之間嘅傾講，所以我哋就唔會話去監察住佢哋點樣做。咁樣對啲村民，但係波波仲死撐，係有聽居民嘅意見。所謂以人為本嘅方案，到底係以邊啲人為本呢？會唔會係太太嘅屋企人啊？